可比讲但归理解立体。即是爱先让先锋，归入世界无空宽的通处，因分析你世界通处的差别以后，佮详细来填题目，将讨出适当的答案。因打电脑任务冥想，才会让出先锋的文处。1、下面2、长带3、开4、节咯。打题目忙念起来真浅，因只要先了解你世界先锋的意思。可比讲，下面就是蒙住，长带就是拖着，开就是紧握抓紧，节咯就是用手指或棍子这些东西去挤压。由你世界先锋的了解以后，因来积极填题目用注切，因爱讨理解，才是正确的答案呢。风沙人态，阳面夹落，车都杜莫黑，枪木很昂扬做做。题目的意思是，风沙那么大，怕脸蛋吹到受不了。请问你会怎么做？因为我们已经先看过选项了，所以听完题目之后，我们很快就可以选出答案是选项1，下面蒙住。以上就是听力测验单句理解第一种题型。单句理解还有另外一种类型，题目无文字，选项也无文字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题目，分辨各选项之间的差异，因为声音不一样，意思可能就会差很多了。所以，若是填唔识题目，即唔是爱讨理解先锋啊，七枪立体。几个先锋，规下只系搭里发音，搭里面部的部分就无空宽，所以爱讨出语义、语音符合题目的答案。挑选意见变封电啊，现也唔难见下落来，意思是讲，我难见做乜解？1、杀茶，2、三茶，3、杀茶，4、三茶。听到题目以後，因要知講愛難見殺茶，前面已經變紅燈了，你還不趕快停下來？意思是說要趕快做什麼？要趕快剎車啊！剎車，卡數愛用做講咧，係剎茶。選項1，剎茶，剎菜，剎苗嘅剎，唔錯。選項2，閃茶，閃躲的閃，嘛唔錯。選項4，散茶，生產的產也不對，只有選項3的殺茶才是我們要的正確選項。